75歲嘅 TVB 資深藝人李龍基喺農曆新年期間嘅一番言論，瞬間喺網絡上掀起陣陣波瀾，成為咗大眾茶餘飯後嘅熱門話題。大過年本應係喜氣洋洋、合家團圓嘅日子，但李龍基就因為一句睇落荒誕嘅擇偶標準，令自己再次成為咗輿論嘅風口浪尖。事情起因係佢喺春節期間去廟宇參拜，原本求財神、求姻緣係民間再平常不過嘅習俗。然而，李龍基面對媒體鏡頭時，公然拋出一個令人咋舌嘅擇偶條件，佢直言只有遇到17歲半、身家46億嘅女生，先會產生結婚嘅衝動。呢番言論一出，立刻引嚟無數網友嘅嘲諷同調侃，大家紛紛表示呢簡直就係痴人說夢。就算掌管姻緣嘅月老聽到恐怕都要搖頭嘆息，表示呢盤生意實在太難做。畢竟75歲嘅古稀之年，想搵一位17歲嘅少女結婚生子，呢唔單止係年齡嘅鴻溝，更係生理同社會倫理嘅巨大挑戰。但李龍基就似乎係認真嘅，又或者係帶住某種自我解構嘅意味。喺呢個喜慶嘅節日裏，俾所有人講咗一個黑色幽默。提起李龍基同王青霞嗰段忘年戀，喺香港娛樂圈乃至內地網絡上都曾經係一段被熱議嘅佳話，甚至一度被視為跨越年齡真愛嘅典範。兩人嘅相識相戀充滿戲劇性，直到2025年中秋節前後，一則網友爆料徹底撕開咗呢段感情嘅遮羞布，亦擊碎咗李龍基嘅美夢。有網友喺社交平台曬出王青霞返回內地老家嘅照片同視頻，畫面中嘅王青霞唔單止冇表現出對李龍基嘅思念，反而同一名男子、一位老婦人以及一個10幾歲嘅少年圍坐一齊食飯，氣氛融洽。更令人震驚嘅係，爆料者指出，王青霞喺村里早已經舉辦過婚禮。而嗰個10幾歲嘅仔，正正就係佢同嗰名男子嘅仔。呢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令李龍基措手不及。原來喺佢苦苦等待、寫信求神拜佛嘅呢幾年裏，佢嘅未婚妻喺內地唔單止有家庭，仲有一個已經大咗嘅仔。呢意味住王青霞要唔就係重婚，要唔就係從未真正打算同李龍基共度餘生。所謂嘅出獄後結婚不過係緩兵之計，或者係謊言。面對如此巨大嘅打擊，李龍基並冇選擇喺網絡上隔空對罵，而係做出一個令人意外嘅決定，佢要親自前往王青霞嘅老家，去弄清楚事情嘅來龍去脈。對於一個75歲嘅老人嚟講，長途跋涉去面對殘酷嘅真相，需要巨大嘅勇氣。李龍基抵達內地鄉村後，親眼目睹咗王青霞嘅現實生活，嗰個溫馨嘅家庭場景同佢幻想中嘅二人世界形成咗鮮明對比。據隨行嘅朋友透露，李龍基喺見到嗰一幕時，成個人都喺度顫抖，但佢依然保持住最後嘅體面，冇大吵大鬧。經過一番溝通同對視，結果已經不言而喻，李龍基同王青霞正式分手。呢段維持咗數年，甚至被外界認為堅不可摧嘅感情，最終以一種極其狼狽嘅方式收場。分手後嘅李龍基陷入咗前所未有嘅低谷，佢嘅精神狀態極差，甚至一度需要搬離原本同王青霞同居嘅愛巢。嗰棟屋入面到處都係兩人共同生活嘅痕跡，每一件家私、每一張相都會令佢觸景生情，痛徹心扉。為咗逃避呢種情感上嘅折磨，李龍基選擇住入一處偏僻嘅狀貨屋。呢間屋位於香港嘅老舊工業區，環境嘈雜且簡陋，同佢平時居住嘅豪宅形成鮮明對比。喺嗰度，佢成日面對住堆積如山嘅古董同藏品，試圖用物質嚟填補內心嘅空虛。嗰段時間，李龍基暴瘦，甚至喺接受採訪時語無倫次。佢承認自己極度頹靡，常常徹夜難眠，閉上眼就係王青霞嘅影子。但佢又清楚知道，嗰個女人已經唔屬於佢，甚至從未真正屬於過佢。不過，
隨住時間嘅推移，尤其到咗農曆新年期間，李隆基嘅狀態似乎有所好轉，至少喺表面睇，佢好似走咗出嚟，又好似喺進行一種自我麻痹式嘅心理建設。春節期間，李隆基現身月老廟求姻緣嘅畫面被媒體捕捉到。呢並唔係佢第一次嚟呢度，當年同王青霞熱戀時，佢都曾經帶住女友嚟呢度跪拜，祈求月老保佑兩人長長久久。如今故地重遊，早已物是人非。曾經許願嗰棵樹仲喺度，但身邊嘅人卻已換咗容顏。李隆基喺廟入面表現得好虔誠，佢求咗一支簽，雖然簽文嘅內容並冇公開，但從佢凝重嘅表情睇，結果似乎並唔如意。經歷咗王青霞嘅背叛同欺騙，李隆基對愛情嘅憧憬已經消磨殆盡。佢喺現場對媒體表示，而家嘅自己對愛情並冇特別嘅奢求，一切都聽天命。呢次現身廟宇，與其話係求姻緣，不如話係喺同自己嘅過去做一個正式嘅告別儀式。佢試圖通過呢種宗教儀式嚟斬斷同王青霞嘅情感糾葛，令自己從嗰段唔真實嘅夢境中徹底醒嚟。喺呢個過程中，佢甚至半開玩笑半認真咁公開咗自己嘅擇偶條件，嗰句震驚四座嘅17歲半，身家46億，便係喺呢種背景下講出嚟嘅。呢並唔係李隆基真嘅老糊塗咗，亦唔係佢喺痴人說夢，而係一種極其複雜嘅心理防禦機制。熟悉李隆基嘅人都知，佢身家豐厚，名下擁有8套房產，總資產據估計高達數億港元。所謂嘅身家46億，或者係佢對自己身家嘅一種誇張表達，或者係希望對方能同自己門當戶對。而17歲半呢個具體到月份嘅年齡要求，更似係一種自我設限嘅諷刺。佢明知喺呢個年紀揾一個17歲嘅少女係唔可能嘅事情，卻偏要俾自己設定一個高不可攀嘅門檻，實際上就係喺拒絕所有人。呢句話嘅潛台詞就係，除咗呢個唔可能存在嘅標準，我誰都唔要。呢係一種絕望後嘅自我封閉，亦係對現實世界嘅無聲抗議。佢喺用呢種荒誕嘅方式告訴世人，我被傷得太深，已經唔具備愛一個普通人嘅能力咗。王青霞嘅所作所為，確實俾李隆基帶嚟咗毀滅性嘅打擊，唔單止係感情上嘅背叛，更係對佢尊嚴嘅踐踏。一個75歲嘅老人，滿頭白髮，卻仲喺為一段根本唔存在嘅愛情守望，甚至喺被欺騙後依然講住唔可能實現嘅事情，呢本身就係一種悲劇。但難能可貴嘅係，即便被未婚妻傷及至此，李隆基喺公開場合中冇講過王青霞半句唔係，亦冇利用輿論去消費佢。喺面對媒體關於王青霞係咪騙財嘅尖銳提問時，李隆基總係含糊其辭，甚至仲喺為對方開脫，表示佢仲有關心我。呢種近乎愚蠢嘅寬容，令好多人既生氣又同情。或者喺李隆基睇嚟，指責對方就等於否定自己過去7年嘅付出，否定嗰410封信嘅真情實感。佢寧願自己吞下苦果，都要維護最後嘅一絲體面。其實李隆基同王青霞相戀嘅呢7年，並唔係全係虛㗎。如果王青霞一啲都唔愛李隆基，佢大可唔使喺獄中同佢通訊，亦唔使喺出獄後仲維持一段時間嘅聯繫。有分析認為，王青霞可能喺某個時刻確實被李隆基嘅心情所打動，但現實嘅壓力、年齡嘅差距、身份嘅懸殊，以及佢喺內地早已經成型嘅家庭責任，最終令佢選擇咗回歸現實。對於王青霞嚟講，李隆基或者係一個能提供經濟支持同情感寄託嘅依靠，但絕唔係一個可以共度餘生嘅伴侶。尤其喺佢面臨法律問題時，李隆基嘅資源同人脈係佢急需嘅，而一旦危機解除，呢種基於利益同需求嘅關係便難以維繫。兩人無法走到最後，也許唔係唔夠愛，
更多嘅還係迫於現實嘅無奈同各自立場嘅唔同。喺故事嘅最後，李隆基面對鏡頭，眼神中透住一種歷經滄桑後嘅疲憊同淡然。佢話：我只希望可以揾到另一半，唔好再騙咗。希望未來可以平靜過日子。我常話我信天命，上天自有安排。呢句話樸實無華，卻道盡咗一個古稀老人對情感最卑微嘅渴望。佢唔再奢求轟轟烈烈嘅愛情，唔再渴望年輕貌美嘅伴侶，只希望可以有一個真誠嘅人陪佢走完人生嘅最後一段路，唔再有欺騙，唔再有背叛。睇得出嚟，李隆基對於王青霞嘅欺騙仲係非常介意嘅。呢種介意唔係因為賤，而係因為真心被辜負。但佢性格中嘅善良同傳統，令佢唔捨得去責怪，亦唔捨得去抱怨。佢甚至仲喺潛意識入面為王青霞揾藉口，認為佢仲有關心我。呢種自我催眠係佢保護自己唔崩潰嘅唯一方式。從經濟角度睇，李隆基其實完全有能力過上非常優渥嘅單身生活。據港媒報道，佢手中握有8套房產，且大多位於香港嘅黃金地段。隨住樓價嘅上漲，呢啲資產嘅價值早已經翻倍。此外，佢作為演員嘅片酬、商演以及投資收入，令佢擁有雄厚嘅現金流。雖然喺同王青霞交往期間，佢確實花費咗唔少錢，包括律師費、生活費以及承諾過戶嘅房產，但從最終嘅結果睇，王青霞應該係冇得到咩實質性嘅巨額好處，否則佢唔會喺出獄後匆匆離開香港，返回內地老家過起低調嘅日子。佢冇選擇留喺香港享受李隆基提供嘅優渥生活，而係甘於平淡，甘於寂寞。呢亦從側面印證咗佢同李隆基一齊，或者真嘅唔係為咗錢。或者話佢清楚知道李隆基嘅錢並冇咁容易拿到手，又或者係佢內心深處對呢段不倫之戀始終存在顧慮同壓力。李隆基嘅故事唔單止係一個娛樂圈嘅八卦，更係一個關於人性、慾望同孤獨嘅社會樣本。喺呢個快節奏嘅時代，一個75歲嘅老人依然喺執着地追求愛同陪伴。呢本身就充滿咗悲劇色彩。佢用17歲半、身家46億嘅荒誕標準，掩蓋住自己千瘡百孔嘅內心。佢用聽天命嘅宿命論嚟解釋人生嘅無常。喺呢個春節，佢喺月老廟前嘅身影顯得格外孤單。嗰係一個時代嘅落寞，亦係一個老人對溫情最後嘅掙扎。無論未嚟佢係咪真嘅可以揾到嗰個唔騙佢嘅另一半，或者繼續喺收藏品同回憶中度過餘生，呢段爺孫戀嘅鬧劇都已經成為咗香港娛樂圈歷史上濃墨重彩且令人唏噓嘅一筆。而對於圍觀嘅大眾嚟講，喺嘲笑之餘，或者亦可以從中睇到一絲關於衰老、孤獨同信任危機嘅共鳴。畢竟喺愛情面前，年齡唔係問題，但真誠先係唯一嘅解藥，而李隆基恰恰就係嗰個最缺乏解藥嘅人。好咗，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感謝大家嘅支持。